我嚟分享一下我阿媽整咗20幾年嘅家庭版豉油雞配方，色澤誘人，醇厚嘅豉油香完美帶出雞肉嘅鮮味，超級鮮嫩多汁，關鍵係超級簡單，廚房小白都可以整出征服全家嘅硬菜。唔講廢話，即刻開始。靚雞身材就要 fit， 2到3斤夠晒 Slim， 全身搽鹽做個 SPA， 擺埋一邊攤頭下，極簡配料薑同蔥，香葉八角好有用，生薑最好拍拍鬆，做好準備就等開工。起鑊熱油，爆香薑、紅蔥頭同埋香料，聞到香味之後，沿鑊邊蘸入米酒。沒拍到，補個鏡頭吧。喺煮嘅過程中，酒精揮發，淨係留低香味。屋企用嘅飯碗，豉油2碗，老抽1/3碗，清水3碗，片糖細半嚿。煮滾之後可以試下味，根據自己嘅口味調整鹹淡。雞皮向下擺隻雞入去，豉油汁淋上身，轉細火，冚蓋煮15分鐘。記得一定要細火喎，唔係雞肉會柴㗎。夠鐘望下先，顏色非常之靚。轉身後再煮15分鐘，喺雞髀肉最厚嘅地方篤一下，清汁流出，冇血水就係熟㗎啦。將蔥段擺入去，大火收汁就搞掂啦。成間屋都係香味，唔理係雞髀、整雞都可以用呢個做法，包你好食。將隻雞攞出嚟攤一下，豉油汁篩走香料之後留返佢，呢碗先係寶。雞可以斬件，亦可以手撕，豉油汁淋返上雞度，剩低嘅用嚟撈飯，超級香。大人細路都會鍾意。廣東人話無雞不成宴，中秋佳宴安排一隻，包你光盤。